即届这个全里长的选举，全台湾有8个全里，候选人摕到的票是平济。依照着选拔法的规定，就爱抽口啊，决定假当选。就伫咧早起抽口啊来定输赢。抽到当选的当然是欢喜叮当，啊若无抽到的咧，拢申请要验票。 抽卡定输赢，谁会当做里长交互命运来安排？高雄三滨区原来里长两位候选人李英贵和邱清芬票数拢是714票，依照选拔法规定，抽卡啊来决定。新人邱清芬赢，李英贵想要8连8失败。申请验票。 验票，那是他个人的个人的权利啊。另外，屏东县当地乡德成村陈英生和蔡团强拢是297票，上尾蔡团强抽到当选，陈英生共款不服。那我要提出验票，那个票都相同啊，很近啊，很接近啊。苗栗县公馆乡福基村嘛是候选人蔡宝宝、张兆宏拢是228票，蔡宝宝运气好抽到啊。张兆宏今日头前要申请验票。他申请验票。 申请验票，要向华人申请。还有桃园市八德区光良里无党籍的杜阿曼和国民党的苏金佑拢是2383票，选无调的嘛要验票。你会提验票吗？对。全台湾内县市8个村里长拢是以抽卡来决定谁当选，结果出来袂少人提出验票的要求，这场选战恐惊还阁有延长赛。